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我係容家耀。先睇下最新嘅風暴消息。超強颱風華加莎逼近，天文台發出1號戒備信號，喺今晚9點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並且考慮喺聽日下晝1點到4點發出8號信號。超強颱風華加莎嘅下沉氣流為華南帶嚟酷熱天氣，多區氣溫升到30度或者以上。華加莎目前集結喺香港嘅東南偏東，正係橫過呂宋海峽，預料會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進入南海北部。衛星雲圖就見到華加莎嘅環流廣闊，並且已經發展出一個清晰嘅風眼。中心持續風速已經達到每小時230公里，比起天鴿最強嘅時候更加高，僅次於山竹。預料華加莎對廣東沿岸構成相當威脅。華加莎咧喺過去1、2日咧就一直咧係身處嗰個位置咧，嗰個海面嘅溫度係比較高嘅，即係佢嗰個水係比較暖啦。咁另外佢有一啲比較好嘅高空輻散同埋弱嘅垂直風切片啦。咁所以佢哋華加莎嗰個增強嘅速度咧係相當之快，靠近廣東沿岸之前咧係唔會咧即係遇到一啲顯著，即係經過一啲顯著嘅陸地嘅。咁所以佢嗰個減速速度咧會係即係唔會有一個好強嘅一個減弱嘅速度。天文台預料聽日嘅天氣會急速轉壞，華加莎禮拜3喺香港嘅南面近距離掠過，到時會出烈風到暴風，離岸同埋高地可能達到颶風，相當於10號信號嘅風力，亦都會帶嚟顯著嘅風暴潮。星期三上晝咧，本港沿岸嘅增水即係水位上升嘅比平常上升高度咧係大約2米。咁最高水位咧普遍咧可以達到海圖基準面以上約3.5米至到4米，而吐露港嘅水位咧更加可能高達咧海圖基準面以上4米至5米。咁呢個咁嘅水位咧，其實係同2017年嘅天鴿啦，同埋2018年山竹影響嘅時候咧係相若㗎。天文台呼籲市民盡快做好防風同埋防水浸準備。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導。而機場管理局就預料喺颱風期間會有大量航班受到影響，但機場唔會關閉。彭博社就引述消息報導，機場考慮喺風暴吹襲期間暫停航班升降36個鐘。澳洲航空亦都喺網頁公佈，香港國際機場將會喺香港時間星期二啱啱6點到星期四上晝6點暫停航班升降。機場管理局喺下晝2點會開記者會交代安排。發言人回覆查詢話，密切監察緊華加莎嘅發展，並且已經展開應對颱風嘅準備工作，包括停機坪安全、航班運行、旅客關顧、機場同埋市區之間嘅地面交通服務，以及員工休息區等等多個方面，同緊政府相關部門、航空公司、交通服務營運商以及其他機場相關嘅持份者保持密切溝通，落實緊急措施。另外，渠務署等等多個部門亦都會喺下晝2點半開記者會，交代防災準備工作。各界都加緊做好防風措施，而喺大埔三門仔，有居民就開始裝防水閘板，亦都有市民選擇買餸儲糧。2018年山竹吹襲引起嘅風暴潮，曾經令大埔三門仔多間屋水浸，有船隻擱淺。華加莎逼近，居民都做好準備，收起帆布，又喺住宅門口安裝防水閘板。土木工程拓展署為區內準備數量較平時多1倍嘅沙包，全部都俾居民攞晒。渠務署緊急應變隊伍部署吸水機械人小雨1號去到村入邊候命，不過唔少居民仍然擔心。都驚水浸㗎，我驚佢仲高咧，咪咁湧落入屋企。引誘我話整埋好多嘢㗎，我床都浸埋1張，都係送我仔度咯。因為一路都浸嘅，因為我哋呢度地下低啊。今日就初一8月初一，親正大潮，打風特別猛嘅，嗰啲帆布啊、蓋住呢，嗰啲蓋住咪收翻埋緊。得落個2排嗰度紮住，唔怕佢吹走。打山竹呢，水浸到個路口，浸平個路口就浸唔上馬路。村民都好有意識咁樣就做定一啲防範措施嘅。咁同埋呢度啲後生咧都好團結嘅。咁佢哋知道嚟緊將會打風嘅時候咧，大家一齊咁樣去應對今次呢個風暴，預備咗啲
防水閘嘅板啊，或者係買定啲繩啊，咁或者幫啲村民咧升高晒啲電器啊咁嗰啲嘢咯。驚個水位上升嘅時候咧，都盡量去減低嗰個損失。而喺九龍城街市，朝早嘅人流比起平日多，賣家琴日檔口話活雞已經賣晒，而附近嘅麵包店貨架上面嘅麵包都賣得七七八八，超級市場嘅凍肉都賣晒。港鐵就話管理嘅屋苑同埋商場已經實施一系列防風措施，包括係檢查同埋清理去水渠同埋放置沙包。而曾經喺颱風期間淹浸嘅杏花邨地庫停車場，車輛將會暫時遷移。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至於政府就呼籲市民喺風暴期間切勿做水上活動。拯溺工會就提醒，即使喺風暴過後，市民都要避免參與水上活動。2018年山竹襲港期間，天文台發出10號颶風信號，但仍然有市民冒險追風追浪。政府呼籲市民風暴期間切勿進行水上活動。請大家真係唔好落水啦！平時都係㗎啦，今次講緊呢個颱風咁大嘅時候呢，我哋唔知幾時會有啲湧浪。如果出事嘅時候，除咗你自己有危險呢，營救你嘅警務人員、消防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民安隊人員，其實佢哋係冒住生命危險去營救。按康文署相關條例，政府可以對追風人士採取執法行動，可以罰款2000蚊同監禁14日。有拯溺工會亦都提醒市民，即使風暴過後，亦都唔好掉以輕心。咁就算之後，即係喺我哋災後啦，其實可能都要一段時間咧去平整翻個灘面，或者去修復翻啲設施嘅。所以市民咧，除咗喺颱風嚟之前，咁你要遠離個或者唔玩水上活動啦，或者之後你都要留意翻我哋康文署嘅報道或者其他嘅部門嘅公佈啦，睇下邊啲地方係危險，邊啲地方係唔適合去嘅。佢都提醒市民要遠離山澗。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而喺澳門，下晝3點將會發出1號風球，聽日凌晨到清晨會改發3號風球嘅機會係高，聽日下晝到晚間改發8號風球嘅機會亦都係高。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就呼籲各界做好準備，全面應對。澳門朝早有陽光，市民如常返工返學。不過隨住華嘉沙逼近，天氣將會轉壞。氣象部話，華嘉沙星期3凌晨至朝早將會相當接近珠江口，唔排除喺澳門100公里之內掠過。到時風力有機會達到12級颶風或者以上，而且最大風力持續時間較長。高層嘅樓宇需要提防因為颶風或以上嘅風力所帶嚟嘅嚴重影響。而星期3日間有機會出現同天鴿同山竹水平差唔多嘅風暴潮水浸。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上晝主持民防會議，部署應對華嘉沙嘅工作。我亦都同提醒成個社會咧，唔可以要有僥倖嘅心理，唔好話成日話澳門啊係福地福地。你導致麻痹大意，咁樣容易咧係出現咧係可以預防，我哋做得好啲可以避免更大嘅損害咁樣嘅情況嚟出現嘅。尤其係咧要廣泛動員，亦都可以通過社團動員咧低窪地方嘅民眾商戶，一定要咧係做好全面細緻咁樣嘅預防同埋準備。澳門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就話會同內地同香港就口岸運作全面溝通。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